治安警已經對被指阻撓記者街頭拍攝嘅警員展開調查程序，但係未知幾時有結果。又表示今次屬於個別事件，未來會繼續加強前線警員培訓。喺治安警嘅記者會上面，多個記者話曾經多次被警員阻撓採訪，但係多次投訴之後得到嘅回覆都係屬於個別事件，局方會尊重新聞自由。而呢一次嘅事件，治安警亦都話係個別事件，係個別警員對法律理解存在偏差，已經對有關嘅警員展開調查程序。即係呢啲都係個別事件，咁佢哋可能係對呢個嘅理解有啲偏差。即係兩個警員做埋同一樣行為，都係屬於個別事件。可能咁啱算就係，即係呢一個係個別事件啦，只能夠可以喺度答覆到你。佢又話，治安警編制有4000幾人，唔排除喺信息嘅接收同埋傳達方面有不足之處。局方會進行檢討，同埋向警員作出清晰嘅指引，去保障新聞自由。又重申，局方會從事件入面吸取教訓。今年5·1遊行嘅時候，多個記者指遭到警方無理以及粗暴干預採訪。治安警察局局長李小平承認有警員經驗不足，局方會作出檢討。保安司司長張國華亦都話會展開內部嘅調查。澳門電視台記者何漢勝報導。